講出嚟你都唔信啊！總價47萬，住翻我面前呢套雅居樂嘅2房單位啊！睇翻整體嘅客廳同埋廚房位，門口喺呢度啦，而且有埋露台俾到你嘅。對面呢就係雅居樂車站啦，一站式直達翻香港澳門，方便快捷。隔離呢就幼稚園嚟嘅呢度。而家成間屋係冇着燈嘅，咁睇翻採光通風面，廚房位置有埋雪櫃位俾你，鞋櫃呢度。咁呢邊呢，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名廁嚟嘅，2間房，而且贈送嘅面積都唔少嘅。嗰邊飄窗位全贈送啦嚇，四四正正嘅單位，做多個索台都係冇問題，書台都係冇問題嘅。主人房就仲大啲，贈送1半嘅面積俾到你，而且都係望翻同樣嘅景觀，視野開闊嘅，而且同樣冇着燈，感受下呢個採光掂唔掂？而且冇着冷氣嘅，都係唔覺得熱嘅，大概中午12點鐘到嘅啫。而家嚇都係好涼爽、好通爽嘅房間嘅。嗱，47萬總價，現樓現剩單位，冇風險冇套路，一站式對面搭車翻港澳，方便快捷。有興趣嘅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